神力与邪力，向来是此消彼长。如今五洲各国都有异动，这股邪力势必非同一般，怕是需要各国联手应对。皇后，今日的仙药已经炼好了。本宫今日不太舒服，先放下吧。皇后身子骨弱，陛下说必须按时进补，还请皇后不要为难小的。许是这药太苦，母后不愿意吃，请搁这儿吧。可是，要有事我来担，退下。吉儿，你父皇也是一片好心，母后吃了便是。走吧，从今往后，你的生死，你的一切，和天权毫无瓜葛。今日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便先散了吧。太子殿下，公主连日操劳，想必也累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佛莲有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殿下可否赏脸？天泉皇城乃是圣灵之地，我来的匆忙，也没到处转转。无忌太子对这儿最了解了，可不可以带佛莲四处走走？我已吩咐下去，只要公主愿意，随时有人带你去游览。可是，我只想那个人，那个人是你。公主，请自重。大胆逆贼，竟敢冒充玄机公主，给我拿下！殿下。怎么了，结雪？刚才翼王说的冒充佛莲的那个人是扶摇。你早就和佛莲勾结好了，等着害我是吧？少废话，交出紫凤腰牌，本王可许你个全尸。先看你的腰带系好了没有。
父皇，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顾虑不周，耽搁了借佛莲进宫的时间。扶摇根本不知我的身份，更不会因为这点虚名冒充别人。父皇，您是五州圣主，定然不会冤枉一个不知情的百姓。父皇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未请求过些什么，但是今日，请您网开一面，放过他。若要论处责罚，全由无极一人承担。人已经放了，但是能不能活，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公子，扶摇出事了，立刻派随友以为去找。是。呀！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。若殿下能助力我完成此事，又能尽情直遂，成为天权太子，那我佛莲要嫁的人，自然就是翼王殿下您了。那就一言为定。翼王殿下鼎力相助，这份情谊，佛莲记下了。我为公主可是鞍前马后，连公主你不喜欢的人，我一并都给干掉了。难道公主不应该为我做些什么吗？此人武功高强，身怀绝技，翼王不是没吃过他的亏，应该知道
单凭殿下您的本事，是绝不可能拿得下他的。要不是这几日我未雨绸缪，让巧玲一直跟着，在他的3餐里动了些手脚，此刻殿下您能否站在这里，恐怕也还是未知啊。好啊，公主既然如此深谋远虑，那想必拿下无极也是信手拈来了吧？公主，你也莫要生气，我这只是替你惋惜而已。既然那无极他不愿意娶你，你又何必给他脸面呢？何况这天权的皇子又不止他无极一个人。如果你嫁给我，我定不会辜负你。殿下怕是忘了吧？昨夜我答应下的事，若您当上了太子，我自会义无反顾地嫁给你。你就非要去当那太子妃？是。我自幼便是众多姐妹中最聪明、最漂亮、最得王母欢心的那一个，可我偏偏却只是个2王女。就因为我比凤静之晚生了1年，这玄机女王的宝座我就得不到了。我这一生从来都没输过，唯有这件事，无论我怎么做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都赢不了。我能怎么办？要么我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玄机2王女，要么我就成为全武州最尊贵的女人，连她玄机女王都必须仰视我。我要成为天权的皇后。先前答应和你结盟，是因为你告诉我你会坐上太子之位。就算我爱惨了无极，为了当这个皇后，我也可以牺牲了她。可眼下，殿下您还没当上太子，所以说过的那些话便不作数了。若是我夺到了太子之位呢？若是你夺了太子之位，那我便是你的女人了。公子，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有人抓了弗雷身边的巧玲，严刑逼供之后说他被誉王带走了。还问出什么了？还说他之前就给扶摇姑娘下了毒，只怕这会儿……公子不可！公子，属下知道你担心扶摇姑娘，只是誉王他原本就与你针锋相对，这次如果贸然闯入誉王府拿人的话，只怕会挑起皇族兄弟之间的矛盾呢。皇族兄弟，我楚楚忍他让他，就是顾及皇族兄弟之间的面子。他长孙平荣私底下做的勾当，我哪件事情不清楚？
他今天敢动扶摇，别说面子，我连最后一点里子都不会给他。玄机国虽有金山银山，但他们却不产玉石。这上好的玉镯放眼五洲，怕是再也找不着第二只喽。你现在就命人把他送到佛莲公主的官驿去。是。还不快去！殿下，听说太子正满城的找那个假佛莲呢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看来，太子倒是挺在意这个假佛莲呢。好啊，他无极在意的人，那我就一定不让他好过。哈哈哈哈哈！明明中了我的锁魂针！这不可能！你明明中了我的锁魂针，你又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哈哈哈哈哈！
太子殿下，没有诏令，您是不能私闯翼王府的呀。若您执意要进去，这是触犯了天权皇族的条令，这。 太子殿下，若您再往里去，按照天权的规矩，他们可是要拦您的路了。上诏太子殿下小的要死，放您进府小的还是得死啊！太子殿下。 杀了他！丫头，我来了，丫头，丫头。 杀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可你活着，我一刻也容不下。太子，大皇子杀不得！让开！公子，冷静啊，公子！让开！公子，拒赴皇帝口谕，翼王殿下，入宫觐见，快点啊！快！ 公子，冷静！
父皇，父皇救我！父皇救我！无忌他要杀我！父皇！如果无忌真的动手，抬进来的恐怕是你的尸体。父皇！知道你少了什么吗？你想做太子，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。可是，偏偏你又不够聪明。无忌穹苍10年学艺，你自以为有了机会，大费周章笼络人心，可是到头来呢，却败在了一个假佛莲的身上。你知道皇家最在意的是什么吗？颜面。倘若此事传至天下，传至庙堂之上，大皇子，你该如何自处啊？父皇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有办法的。勉强活着吧，毕竟你是我的骨肉。父皇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你要替我做主啊！父皇，暂时无碍了。丫头，没事，我在。丫头，无忌，你出来一下。他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？长孙平荣早年间曾拜于是圣者星辉门下，学了些本事，可我从未在意。没想到他竟然练成了这招星辉射手，是我大意了。这套武功毒性非常，加上服药已有邪毒在身，几重毒素叠加在一起，常人早就应该死了。现在，一方面封印之毒吞噬着其他毒素，另一方面，封印之毒越来越强，如果再拖下去，只怕会怎么？只怕怎样？你说啊！只怕性命堪忧。你一定有办法解，你一定有办法解，对不对？公子，刚才陛下离开了禅房，去了一正天上朝，还下了诏令，要让公子您即刻入宫。臣已率部彻查过了，行刺一王的凶手，正是假冒佛莲公主之人。如此疏漏，使我等护驾不周，请陛下恕罪。假冒玄机王女，行刺长孙皇族子嗣，这个人得死。启禀陛下，听说太子把贼女带走了，此事恐怕有损皇家威仪，不知道太子与此事有什么关系？段大人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在怀疑太子与贼女勾结，要刺杀自己的兄长吗？雷将军何必着急呢？只不过是说贼女被太子带走了，这期间必然有些事情需要查验清楚。既然翼王殿下受了伤，那就要严惩凶手，绝不能让贼女伺机逃跑，不是？先将贼女抓了处死，其余的事情过后再说。陛下，此人现在正在太子的上阳宫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敢去了吗？
父皇，太子殿下，今日冒充佛莲公主的贼女犯了重罪，臣奉命要捉其归案。听说是太子把她带走的。扶摇的确在儿臣府上，但要不要抓他，还请父皇稍等片刻再做决定。儿臣想请父皇借一步说话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翼王受伤之事，父皇应该知道。此事应该有很多种解决方法。可是，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将这个女子处死。这样一来，真相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退一步说，谁会在乎这个真相啊？儿臣知道，天权皇室不能有任何的宫闱丑闻，也知道翼王受伤，父皇心如刀割，更知道此事引起了波澜，必须平复人心。父皇可以不去治罪，始作俑者，可绝不能平白冤枉一个无辜的女子。无辜？她从来都不是无辜的。一个凡间的平庸女子，蛊惑了我天权国的太子，难道这不是她的罪？从你喜欢她的那一天开始，她就是有罪的。而且你现在越发的替她开脱，她的罪孽就越深重。无忌啊，从你小时候，我就开始教你，一个君王应该是没有弱点的。我就在教你韬略、谋术，可是忽略了还有一个情字。多少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，都栽在了这个情字上。也罢，这今日就替你斩了这个情字。恨也罢，怨也罢，也许今后你会知道朕的良苦用心。这也是为了五州天权的万年基业。父皇，不可！晚了，站住！出了这个门，你会后悔的。父皇，恕罪。太子请回！太子请回！我现在去救人，你们谁也别拦我。一人阻挡，一人为敌；万人阻挡，万人为敌。
陛下，太子他破了守卫，眼看就要离宫了。太子，扶摇现在怎样？他快不行了，你快看看他吧。江峰，只是这次路途遥远，公子千万照顾好自己。扶摇姑娘她洁人自有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。早点去吧。嗯。我一直以为，扶摇的事，我只要好好的求父皇，他定会饶他一命。没想到，你低估了你父皇。不，我是高估了我自己，还差点害死他。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扶摇体内本就有数种气毒相互牵制，早已危及性命。眼下长孙平荣的星辉所行之动，来势汹涌，他才会这般昏迷。希望此次前往南荣能够顺利找到隐骨草，解了扶摇的锁情毒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